段话艺术水就好，佫请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。好朋友，咱知影讲，有人讲会做翁某是小欠债，原来有人讲会做翁某是前世注定。无论讲这边，还是讲迄项，台湾民间甲翁仔某互相有牵连的俗语话有够济。头一句咱来甲扣，讲做翁生某旦，对啦。翁若亲像小生遮尔缘投，某若亲像小旦遮尔娇艳迷人。啊，若安尼，目尾牵电线，对，即句话有一个下句通好接。顶句接的句讲翁生某旦，咪咧相看，吼，政治家出名人咧共证婚，2个婚礼，经过礼堂另外迄头，上界欢喜的迄一日，定定拢嘛讲一句咧对答的，翁生某旦，咪咧相看。毋过咱知，欢喜是一天，因为明仔载，恁翁仔某手骨牵咧，爱面对世间人。就爱尽量去争取家己的名声地位，建立家己家庭的圆满。所以另外一句咧讲翁趁某钱，趁就是趁钱，钱就是牵家。翁若骨来趁，某若骨来牵家，原来有即个后半句咧接的。翁趁某钱要好养，毋免3年。有影呢，老仔厝一户一户一直学。咱咧替咱的厝边头尾，替咱的亲情50，翁仔某会共心的学好的咧欢喜。讲人翁趁某钱，当然咱知影讲现代社会真侪原来某趁翁钱。总讲一句啦，原来有人咧讲吼，你甲看迄对翁仔某，翁在前，某就清闲，对。翁若社会有发展，有影讲互某较放心的，这原来有。若某在前，翁共款会清闲，好代志，咱共讲好话，共恭喜。总是国政头拄我咧讲，原来真侪人咧讲会做翁某是小欠债，所以原来有迄个在家无地位。翁婿咧讲诶，讲啉酒毋敢醉，要发车互你又阁无勇气，要离家出走诶又阁无所谓。国政啊，你咧念斗句，这毋是我编诶，阮表小弟讲互我学诶。倒有影你，总是国政头拄我就咧讲，翁甲某有诶人是小欠债，有诶人是前世注定。汤干蜜甜，总是翁婆。阁有一句话，台湾民间常常咧讲口劝，讲上界好，翁婆是床头拍，尽量床尾和。